台电家己营业处员工李元涵因为抢修电力被电到了抢救无效，家属选择捐赠器官为爱人间。伊的告别式早起伫家己市殡仪馆举行，仪式中台电的人员伫棺木砍台电甲工会会旗，表彰伊的贡献。另外嘛派出7台台电的工程车，送别这位台电的英雄。伫李元将的告别式，将台电公司的会旗甲工会的会旗砍起伫棺木顶，地上最高幸福，表彰伊的贡献。家属伫仪式中的感言，互人听到鼻头酸。这岂是孤独二字非虚构？因老爸好甲袂讲话，因太太穿黑色的下衫。这段话更甲互所为人目眶拢红光光。我李元涵的妻子，今生来世永远爱你，无尽的思念，无限的感谢，与你道别。李太太目屎共目镜，两个查囝唔知影妈妈是安怎哭甲遮伤心。我伫老母的边仔，这个画面更加是使人心酸。台电家己营业处的员工36岁李元涵，7月19日伫家己县义德乡修理因为风灾受损的电力的时阵，去互高电压电击重伤，抢救1礼拜了后，拢无较好。家属忍痛陪讲，将伊的器官捐出去帮助有需要的人。今日早起，伫家己县殡仪馆举办告别式。总统赖清德专工送回来致意，佮颁发表扬令，致上上信心的敬意。台电也派出7台台电工程车，做回送别这个台电的英雄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